七樓嘅朋友，今日呢套三房可以嚟睇下。我求我先嚟加入呢套三房，7樓嘅海景好靚嘅，之前60幾萬，依家只需要40萬出頭。坐喺大廳嗰度，可以望到咁靚海景嘅，一線望海，已經跨過別墅望海啦，冇擋嘅，冇知道。花園樓間期都好闊啦。之前呢啲三房呢係要60幾萬嘅，依家呢套夾埋只需要40萬出頭啫。個廳都好大㗎，層樓都保養得唔錯嘅。睇下主人房先，主人房係冇住過，主人房嘅海景都好正嘅。喺悉尼郊遊人去呢啲房呢，住得好舒服㗎啦，配套又好。嗱，呢度入戶，呢度空間可以利用嘅，獨門獨戶。嗱，廚房腰字型嘅，帶埋雙人陽台。呢個大冰箱仲未開封嘅，業主都送埋俾你。廁所大倉庫，乾濕分離。呢個細房間都有倉庫嘅，廚鍋有衣櫃，廚鍋都有開景嘅。呢套房呢就106個平方，而家40幾萬。呢套三房呢係愛琴海小 K 嘅，獨門獨戶，106個平方，而家呢就好平㗎啦，只需要40萬出頭。有興趣嘅話嚟揾我睇樓。